呢位入決賽嘅係10號 Anthony， 佢嘅參賽歌曲係誰能明白我。昂然踏着前路去，追趕理想旅途上，前行步步懷自信，風吹雨打不退讓。無論我去到哪方，心裏夢想不變樣，是真心是醒覺。夢想永遠在世上，前路哪怕遠，只要自強，我繼續獨自尋路向，常為以往夢想發狂，內心摸索路途上，懷自信我永不怕夜航，到困倦我自彈自唱，掌聲我向夢想裏尋，縱管一切是狂想，途人路上回望我，只因我的怪模樣，途人誰能明白我？今天眼睛多雪亮，人是各有各理想，奔向目標不退讓。用歌聲，用歡笑，來博知音的讚賞。喺呢度多謝晒所有現場嘅朋友，我哋亦都多謝晒我哋所有嘅贊助學商，多謝晒你哋嘅鼎力支持，我哋明年再見，拜拜。歡笑，來博知音。